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最近有食猪肉无？三肉钟到底是也是无？实在是互人拢看无。检测流程甲发布，敢无代志通好斟酌？食品安全是应该注重什么？才是全民之福呢？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中華肉品協會副理事長林英成。大家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事林秋桂。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大獸醫系名譽教授賴秀水。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到底台中市是安處公布了大腸的豬肉片有300隻，但是另外一方面，衛生福利部次長王必勝佇面冊就寫一篇文章，講因一開始就發現檢驗的結果真接近到極端值，有可能是實驗誤差所造成的。不過，伊強調，唔是否定到台中市的做法，不過應該佫愛斟酌一寡。有食安學者嘛有同款的看法。台中市市長羅秀燕是肯定食安人員，嘛質疑中央到底是人民重要，或者是廠商的利益較重要。衛福部處長王必勝，然後凌晨伫臉書發文提出5大質疑，表示檢驗結果排除系統性的問題，而驗出的結果接近極端值，加上西布特羅是真罕見而且真貴的3肉鐘，應該思考是不是實驗室事件的可能性。大家可以再做事可以再細緻一點，好，再思考再全面一點，哦，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它是比較屬於比較不常見的狀況。有爭議的事情，還是應該多請專業的人士討論之後再處理。王必勝嘛指出，台中市府共一包肉驗了22處，不過結果數字差別真大，雖然只有公布部分的數字，而且無甲中央來討論，最好會使佫較有路，嘛坦言這次的事件是中央甲地方的危機，應該小心來處理。不過台中市長羅秀燕，然後佇市政會議當中強調，有幾份證據就講幾份話。以廠商的利益為主，而不考慮到人民的權益，我感到瞠目結舌。到底是人民重要，還是廠商的利益重要？羅秀燕表示，對着食安人口較嚴，嘛袂使放鬆，呼籲政府應該公正的監督，唔通介入，嘛得挺台中的食安人員。而這批檢體，台中市食安處伫6號進行複檢，衛福部嘛派員前往了解檢驗流程，上緊7號就有結果。另外一部分檢體，嘛一定伫前一天3時後數來複檢。有食安學者認為，台中市檢驗結果差距真大，應該更加謹慎。那五花肉一定固定的在哪些地方嘛？而且它的已經包裝成同一個樣品了。那照理講，它的那個差距應該是，這是很微量的嘛。這件風波繼續的延燒，行政院長陳建仁然後伫受訪時陣表示，這件事件應該公開證據論述，希望國家唔通多做預測來黑白講話，民眾嘛應該理性，唔通恐慌。記者綜合報道。在節目一開始我必須要先甲觀眾朋友來說明我在節目進行進前有打電話去到台中市的食安處，那麼直接敲予處長，但是伊都無閒佇電話當中。另外，我就打電話互因的成員希望伊會甲帶話講，希望會當在節目當中甲伊通着話來解說一擺。這個檢驗的流程有一個相對性的講法啦，但是到目前為止閣無接到回應這是頭一個。第二個，咱先來看這個整個流程。大腸的這個豬這個3肉鐘的檢驗結果2月2號開始，台中市衛生局伊是衛生局來發布，但實際上執行的是食安處那麼講檢驗出這個有這個西布特羅這個西布特羅啦2月3號，農業部就開始有這個機制開始
坐长机去找讲，这个猪肉到底是安怎？所以去采血清啦、毛发啦，吼，甲这个饲料啦，21项咧，甲伊丙丁的1型的受体素的检验，拢找无咧，检验无出来呢。2月4号，食药署查验着猪肉片的加工厂，嘛去看你有问题无？嘛看无呢。按照就标准的定数，所以农业部再一次来检送大肠工业来源，还是这屠宰场同款批出样本45本，嘛无检查住，他已经3摆3个流程去检查。2月5号，大肠澄清讲自主将刚批出，就是这批梅花肉，五花啦，是五花肉啦送去民间的 SGS 实验室，嘛查无，你奇怪。大肠就表示讲2月5号已经紧急传真，申请复验啦。大中市卫生局表示讲检测了纯肉片，还佫会当做200，所以分2份10外公克交卫福部食药署甲大中市食安处来双方面拢派员即摆到目前为止2月5号，2月6号卫福部部长就讲讲我派人去甲你斟酌看你安怎做。老师，我要先请教林老师，到底他拄仔咱看这个新闻讲有一个叫做极端值，什么叫做极端值？这头一个，第二个，这个检验的这个流程，伊讲无喏，我是去市场去市面上去摕迄个有限，会当试验讲，这个就涂落去了，有21项的这袂使掺的药啊，拢会走出来。敢有这种物件，还是讲这整个实验其实是真复杂的，林老师？其实伫这个问题来讲是安尼啦，首先嘛是爱肯定讲地方政府啦为着要维持这个食安呢。来保护这个社会大众，这是无毋对。但是要来执行这爱作谨慎啦，因为消费者会惊吓啦。当然毋是讲爱为厂商安怎当然头仔市长也讲厂商的利益是安怎，但是较重要，我是感觉讲消费者的利益最重要。你袂当互咱的消费者、互咱的国民会惊吓。事实伫对，该当安怎做安怎做。那当然，这个卫生单位因咧验这个物件是标准的啦，按21种这个受体素伫迄个标准对照的样品内底是基本的，这嘛是照国家的规定定落来，这拢无问题。问题是讲，这执行的人，伊的小心度有够无？我安尼甲你讲，你安尼做，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去污染到，这是安尼考虑的。尤其是你做出来的物件，甲人拢无共款，因为这边验到的这个所谓的西布特罗，Simutero， 这个物件全世界都无人咧互生产，互动物，还是互人来咧用。哪会讲你有法度伫迄个去验到？唯一你上网络。你讲有某立委啦，你讲上网络拢有咧卖啦，但是伊后壁无讲到，上网络拢有咧卖无毋对，但是你爱看迄10克10毫克10毫克一克等于1000毫克所以伊10毫克伊就要卖到迄个美金200几块所以你甲好好的起来，若看最近金仔价袂歹，1克。卖2050块台湾银行大概前2日按看到。你这若甲换算过来单1克爱卖50几万。哇！因为本来1毫克，我把它乘上那个嘛。若安尼来讲，老师你讲真诶啊，讲假？金仔价的260倍我进来买。俺遮的市猪拢做好起来。我贵子啊，你唔要紧买来藏。我买袂起。拢会砍这个蓝落，所以安尼想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无？所以那一般的逻辑来看这件代志，你会感觉这怪怪，
吼。啊，当然不要紧，咱尊重你验出来了，吼，啊，既然有这样安尼一个结果，是咪安尼思考一下？这过程当中，敢有对去做了，做了唔对，也是疏忽掉这个问题，吼，啊，咱应该是先来把这个问题找出来，还是讲，咱都来送互另外一个实验室，吼，都来，搁斟酌者，都斟酌者，都做一遍看卖，吼，啊，我会感觉讲，安尼来讲会较慎重啦，尤其是吼。这毋是甲影响一间公司的问题啦。台糖吼，当然台糖这是等于国营的吼，安尼想法是讲伊应该袂安乱输做啦。啊，但是你这个消息就用来了，大家惊吓嘛。像阮丈姆就咧甲我讲，欸，最近猪肉拢毋通食哦，啊毋通去买哦。哦，啊是安怎？哦，阮太太问我啊是安怎？伊讲啊你无看电视拢报甲安尼？哦，啊你也看安尼对这个产业影响偌大？吼，所以你也讲安排你甲看来，迄票卖猪的价钱都规拢摔落啊。安尼对大多数饲猪的朋友实在是讲无公平，对无？吼，按来讲就讲，大家拢遐啊辛辛苦苦咧做各行各业，要提供上好的食安，吼啊，所以主管单位也是你有迄相关的单位来讲，这大家都愈谨慎啦，吼，袂当讲。所以老师，你头一个就是讲第一爱谨慎啦。吼啊，第二要公布的时阵爱斟酌，对啊，上好啊，搁有第二间嘛，对，上好你若感觉怪怪，你都验者，因为全世界无人会验出这个物件，比金仔较贵呢，你有法度验出来，吼啊，这真正是无简单啦。贵姐，你安怎看？我感觉吼，迄个西部特罗，迄是吼老师咧讲是足少人用的物件，佮迄尔贵吼，会使讲咱全过去敢有听过？毋捌，全世界嘛拢无人生产啊！吼，爱款只有用伫咧检验咧款即个标准品，这伫遮吼，啊，佮特殊的管道才有当摕到，基本要摕到迄都有困难啊！啊，你也想，敢有人啊做吼，如果比方说若台糖偷用，偷可能佮加一只猪仔有尔，啊，而且迄其他保育验拢无加台中迄个做卫生局，因验的迄个检体有，啊，你无感觉讲足奇怪？吼，啊，佮过去吼，这10档来，阮饲猪吼，所拢总。验过100-200，要到2万件吼，拢总毋捌发生讲有验到迄瘦肉精，当地根本都没有这个瘦肉精。啊，因是讲无得靠讲是饲料内面有。伊这款记录嘛足少，因要摕到迄物件就足少呀。我想讲哇，难道老师讲我比金仔较贵呢？啊，所以吼，刚台中还有其他县市拢无，我感觉讲这个吼事有蹊跷啦，真的啦。嘿，啊，你即马你最近这几工猪仔价安怎？哦。2月初2吼，台中卫生局发布了吼，2月初3就猪农甲我反映啊，讲出猪去新北市吼，本来排价拢超过90左右吼，落来甲剩70外，一只猪吼减2-3千块，一台猪差10外万，吼，饲猪就太廉嘛，对，嘛都影响到啊。一台猪差10外万，对，影响到啊，嘿，90块左右剩，阮的成本就要到90啊，啊，剩花70几块啊，迄工就几个去新北市嘿，就花70几块，几个咧反映啊。哇，啊，你歹过年啊呢？是啊，所以吼，说台中市卫生局吼发布这，我感觉无够慎重啦。阮是你感觉讲吼，对他们是吼。但是你有同意讲，这个罗市长讲，让市长妈妈讲是人民较重要，还是枪枪较重要？阮饲猪的生存嘛最重要，嘛袂使安尼吼，无讲正确的较迄无安尼较慎重，正治了就敢发布，对产业伤害非常的大。农业是国之本呢，安尼对阮伤，伊拢无想讲会伤害对阮有偌大，有没有考虑到？我嘛感觉讲，迄咱市长安尼讲吼，我感觉讲最遗憾的。哎，罗教授。我是对新闻听到啦，吼，也是讲来报人有咧讲啦，哈。讲这个事件吼，台中伊迄个卫生局因检出来了，检出来了吼，要发布啦。啊，发布当然因这个有通知这咱中央嘛，卫生部嘛吼。啊，这个王处长就讲，哎呀，你这安尼检出来，啊，随便发布，这较慎重的啦。伊讲啊，我着检600啊，已经重复检600啊。啊，煞尾讲有迄个。拄啊，我甲林教授咧讲迄个因的迄个就是王小新了，迄立委讲好减22摆啦，啊，这哪有可能？伊讲我减6摆拢共款，但是伊的数字啊，对0.01 ppm， 哈，甲0.1倍，都差10外倍嘛，
吼。所以但是我有减6摆，所以阮有把我要发布。所以今仔唔使闹出这个代志来，吼。较早这个三马精是讲，咱讲这大家听到就惊啦，因为过去已经要进口这美国的这个，一直甲动，一直甲动吼。啊，其实即摆美国进口吼，100%拢无这个三马精啊啦。伊就动到安尼来啦，啊大家无想到讲即摆发生伫咱国内。我想讲台中。这个是安保，这想讲哦，这摆这大条我抓到啊吼，所以我检验出这个受害者哇，这大代志啊吼。啊，事实讲起来，拄啊两位拢咧讲嘛，这个西布特罗无可能讲伫掺伫迄个或者这个饲料内底来饲猪嘛，吼。这遮贵的物件，啊，全世界若无用这款的来饲猪，来用这西布特来饲猪。你今仔若讲检到沙丁胺醇，哎呦，咱会惊咧吼，因为沙丁胺醇这个和三马精吼，上米，啊，佫有效，啊，佫容易摕到，吼。咱差不多20年前啦，这个手几只在若是有饲猪的人来偷餐嘛，饲猪的人拢知嘛，啊，毋过。事后，因为三马精的迄个议题，安尼一个控大以后吼，无人敢参啊。为什么你参落吼，叫我抓到，罚金罚真大真重，敢若毋知6万啊、几万还是10几万吼。上重要的，你的猪袂使出，1个月袂使出猪。或者这对一个养猪的迄影响真大，因为你猪啊拢有一步一步爱出来嘛吼。啊，咱今仔来看，这个。可能性吼，有可能性讲大肠的这个肉内底去检查到这个西布托罗，这不太可能的，无可能的代志。咱来甲分一项项来甲讲啊。你讲饲料，伫猪仔的肉内底摕到这个有这个三马精，这就表示讲猪仔去食这饲料，啊食落再去残留伫迄个肉，还是肝的，还是遐个所在吼。第一饲料咧，饲料即摆大肠是一个政府的机构，遐员工哪有必要讲去参吼？去参这无可能，拄啊手几只讲连私人的迄个养猪场啦，无可能的代志吼。啊，你讲饲料污染，那饲料污染的可能性啦。还是要污染啥物？有时去污染就直接污染就。无啦，你是讲若讲一原料吼，进口这个玉米啦、大豆啊，这污染，还是讲伊这个工厂内底伫遐咧制造饲料的时去污染？啊，这个物件要对来，迄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饲料的污染来饲猪啊，猪肉有这个。西布托罗这无可能的代志吼，这我是认为，因咧讲过是毋是讲，在多早时会去污染，多早时信光这个公司嘛，多早嘛，啊多早第一时间大肠敢若小可有对信光公司小可有疑问的，有疑问，啊若有小可敢若得个质问就对啦，啊你若讲信光公司多早污染，啊毋都足济其他的猪肉啦，拢有这个。西布托罗，代志搁较大条，安尼代志搁较大条，所以这项也无可能的代志，吼，啊你安尼看起来无可能的代志，即摆蠢的就什么代志？你啊，过来咱拄啊，咱主持人咧讲嘛，即摆已经卫福部王处长因搁采样，搁采60几个迄个样品，吼，啊，就工批啦，啊，搁猪场内底遐个灰啦、门啦，遐拢去做，委托别个迄个第三机构去做，啊做了哪拢是无嘛，拢无。但是我是感觉真奇怪，采这样品哪会无爱摕几个啊？摕几个遐样品，互台中的迄个去做，哦，安尼那安尼做咧，就会清楚啊，吼。你这点实在是应该就安尼做啦，吼。啊，我是认为啦，吼，这个你若安尼排除这迄落可能性了，吼。啊，剩的就是闪色的污染嘛，吼，闪色的操作污染，咱唔敢讲伊一定是安尼啦，吼。但是这个西布托罗吼，伊即马咱对110年开始吼，110年开始，这个卫福部就规定啦，
吼，为着咱这人民的迄个安全嘛，食品的安全嘛，伊对这迄个寿啊、三百精哦，佮加较侪项目啦，加到21项目咧。较早是18项目啊，伫个屏东内底遐用个减嘛，啊，即摆甲增加到21项目，啊，21项目吼，伊即摆要检验一个迄个肉品，伊一定爱有一个叫做阳性的，吼，一阳性的迄个对照，迄个啊，一个阴性的，吼，啊，阳性的伊就是爱有即个叫做这21项的即个寿仔精啦，伊我听伊讲是。伊甲21项的寿仔精拢甲蓝做伙，啊，来做即个叫做阳性的试验来做，哦，啊做就讲发现到即个啦，发现到即项啦。迄个台中因若是有咧变呢，伊讲我若是去污染，我应该爱污染，爱检查几啊项出来，我21项混做伙嘛，毋是干那一项西不透露嘛。应该讲有2项啊、3项安做伙出来，咱独一项，所以有把握啦，吼。所以今仔再甲即个代志安尼发布出来啦，吼。所以咱今仔讲吼，但是我是认为啦，即个案件吼，咱卫福部啦，吼，卫福部吼，伫处理后较慢出来啦，吼。你今仔日咱所了解是，伊是正月15就采迄个采样影片后，来检验就知影后。啊，因为这个代志处理到今仔已经初6啊，初6啦吼。哇，就规半个月去啊！半个月去啊，20多天去。啊，你卫生部你直接处理有较慢啦。啊，伊毋过即马，我想这个结果吼，大概毋是明仔载到后日就知影。因为拄啊主持人有讲嘛。讲已经卫生部已经派人讲，台中你这个检验的方法是安怎检？我要来遐看。我徛后壁来看。我来遐看吼。啊，这个样品，伊检验阳性迄样品后，有含着这西布托的样品咯，我马上我别位去检。啊，这个若明后日出来，伊检查是上班3天嘛。啊明仔载无出来，后日一定出来嘛。所以这个代志已经都会解决啦。所以我是希望讲，这个代志吼，惊是惊吼，罗教授，惊是惊讲吼，有通啊排除啦，但是无法度通啊知影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因为那如果讲是他像罗教授安尼一排除了后，就变做讲我无法度确认讲你到底去当时吼去当时。当时去抽当时，我也知影你抽到这一个，我嘛唔知啊。啊，但是我只可能会当甲大家来讲，无，我即摆验的拢无，但是已经无法度追溯迄阵时发生什么代志啊。老师，你认为这敢有可能讲去发觉讲，无咯，是你迄阵时这项你唔通手势唔对，去读落去，啊无就像罗教授所讲的，人台中的食安处也讲啊。如果那污染应该是会当验出2、3项啊，那会敢若独一项，啊，这要安怎解释？总讲啦，以科学的迄个方面来甲看是安尼啦，因为我会记英国在囡仔咧读册时阵有一个成语故事啦，吼叫盗奔海尔，就是讲做经验的三宝，吼，啊结果甲囡仔生来要甲穿，要甲包起来，煞甲包颠倒边，吼。啊，意思就讲，你本来有寡物件，你可能做啊作色的，但是你若无谨慎，你嘛有可能会突出。像安尼讲的讲，规个即个检验的过程来讲，吼，按迄个观众朋友若有兴趣，你嘛当用 Google 去你甲查，吼，伫卫福部啊啥，因着拍迄个影片，讲即个迄个受体素，伊是要怎检验，吼啊一步一步，迄段影片差了要到17分钟啦，当然有寡过程甲缩短，浓缩起来。啊，但是你会当看到迄规个过程，啊，其实规个过程来讲，吼，当然是讲足简单啦，我这样片刻出来啊，甲用迄个有机的溶剂甲抽出来，抽我要爱的成分，啊了再甲吼用较清气的，吼啊再拍入去机械内底仪器内底，吼去走出，吼看迄个结果是安怎，吼啊，但是这内底过程是几啊步，所以安尼讲来讲，
这个过程来讲，拢有经过认证，吼，啊，大家拢公认拢安尼是 OK， 无问题。但是唔通袂记哩，吼，买一台迄个双 V 的车子，开足侪钱落，哦，啊是使一台特斯拉会当自动驾驶，但是嘛是会有突出的时阵，所以变做讲，安尼足谨慎，吼，尤其是你若出来这个结果，当然若相信讲，这个检验单位伫过去10几档拢做有经验嘛，因为过验拢验无嘛。哦，啊！你今仔向向有即个物件出来了，应该就爱得我讲的，爱较谨慎的。想到过去都拢无。啊，无得看伊讲我过去验都验无，我即摆叫我验着了，我足有信心的，伊嘛有可能安尼想咯。但是一般来讲，俺有迄个常识，就是讲，即个物件本来就无在生产，互人来得用的。啊，你想到我在内底掠出来，哦，你要破世界纪录。所以人咧讲科学吼，除了科学性以外，还佫有科学的直觉。对，俺甲机器人无共款嘛，俺人就是会判断嘛，判断讲，这常识做基本啊，基本做。吼，啊，这个物件若出来无合理的时阵，俺来找问题伫对嘛。老师，咱头仔有讲着讲，伊其实做了22届，但是伊公布着头前6届，啊，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我嘛听无啥有。这我是看迄个啦，迄个。新闻才知影的啦，吼，这个嘛感觉足奇怪，因为一开始拢讲伊做6遍啊，我嘛拢6遍。那雄雄有一个北部的立委，哦，伊都毋是台中市的，伊讲伊是做22遍。啊，我会感觉这足奇怪。一般来讲，应该是在地立委会较关心这件代志，那会互北部立委来爆料。我咧想讲，咱台北人拢食台糖的啊。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足奇怪。后来真正是验22遍。啊，当然伊的22遍，我的想法是讲。伊重复的采样，啊去做试验嘛，吼，所以做22，吼，我是讲你上无嘛做22块吧，结果毋是，吼，甲看伊是讲伊3块吧，吼，伊采用的采共迄个包装嘛，吼，啊着采3遍安尼落来，吼，啊了过我走这个过程，吼，去抽取来啊，啊了我再走机械，吼，走这个仪器啦，吼，安尼讲 LC mass，吼，这个。液态的程序安尼来走，对，安尼一台安尼。伊迄非常的敏感，非常的精密，吼。结果伊是我抽3遍出来了，落去甲煮。第一罐那像煮毋知10遍啦，重复的从那一罐下去煮。那这个我的想法不同，因为我本来想法是讲，你重复的做实验，重新的再跑那个流程，哦啊这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抽出来。啊，中火甲煮10摆，嘿，第一个是中火做10摆，啊，第二咱像中火做甲煮9摆，啊，或者甲煮3摆，吼，啊，所以斗的拢总22摆，22摆了，你本来讲你是6遍，所以变到中央单位会向用惊到嘛，啊，你来，我一直若做你是做6个重复，结果事实上你是做22遍，但是你的22遍都怪怪，都毋是真正做22遍，吼，我毋知讲。按呢，这个实验室的认证来讲，在未来来讲，是毋是有哪爱再去思考啦？当然，伊若讲教育这种的做法会较好，安尼可能爱时仔个爱改一下，吼。啊，但是你这个22遍了，你甲我讲6个，吼，6个结果互我。啊，我心内想讲，啊，这6个结果是安怎？你来互我这6个结果？啊，另外迄16个结果是安怎做了毋好呢？袂用真呢？是毋是安尼？你绝对感觉迄16个结果是有问题的嘛？我第一个想法是讲，啊，你这有问题，所以这16个无袂吼，啊，这6个是做了，较会当相信的。啊，无得靠伊讲，但是16个无验出来啊。但是这个逻辑会足奇怪，就比如讲你这个实验室，若做22项内底会当看的，干6项尔，迄16项拢未看一，啊，你的失败率毋是足悬的。对无？你若安尼来讲，对咱饲猪的朋友要怎交代？你讲的无毋对啦吼，应该讲吼，伊若要做6遍，就爱定对头开尾拢爱定来。对。就讲我这边吼，我采一块猪肉对无吼，啊来遮安尼家处理啊，安尼啊落去做一摆。我第2摆我应该决定嘛采一个样片，共款这块肉啦，啊决定这样做。我毋是讲做一摆迄个样片真济，啊去煮几摆安尼来做，安尼就差了。哦，就是讲我抽1摆，啊就抽1摆这个接，
啊，就去做10摆，做几摆啊？迄是林教授讲啦，啊，我认为呐是安尼，我来认为安尼哦是唔对啦，是不应该安尼啦。现在对头到尾，啊，伊做出来有迄个数值无共啊，有一个0.001啦，啊，一个0.10倍啊，差10倍，拄啊，迄个主持人在讲个这极端值，这啥啦？伊这个值就是讲，你用咧讲，用无这个物件，也会使讲有这个物件，这个界线中间，界线嘛，就是0.01，就总要变0啊嘛。咱这有这0.01、0.001，就是一个迄个千分之一啦咧，对啦，10分之一，是啊，安尼这已经强无啊，所以伊伫这内底伊也讲是阳性。啊，你唔知我拄仔有讲过啊，有无唔知讲啊？你这安尼就爱去慎重考虑吼。当然，安尼发布是伤过匆忙啦。哦，你安尼影响到规个因市地啊消费者，大家拢惊着啊。好，你讲。听咱两个专家教授讲吼，台中卫生局因的检验是足侪拍胖的啦，吼很多瑕疵啦吼。因为吼，照迄款对食安吼这把关吼，阮家己阮市地阮家己嘛足注重的，啊，阮家己嘛足自律，由咱迄中央特产会吼，对这方面吼嘛是算真严格吼伫执行，因为吼中央特产会伊迄个吼有训练兽医师。啊，甲伊的助理拢总500几岁，吼啊，除了讲去个肉品屠宰场吼去做屠体检查以外，拢派去吼一4个去个猪场，不定时甲伊抽查，你除了甲伊剃猪毛，啊甲伊抽血，验你的饲料，看你有染迄不应该染的药啊无？啊，若染着吼，迄发偌严重呢？第一届吼罚是3万以上，15万以内；第2遍吼，过掠着吼，就罚25万加125万，吼这正当啊，而且吼。改啊，做吼，管这你猪只移动，就是你拢袂使出猪，啊，若袂使出猪，这对阮市猪是足严重的代志。你的猪仔吼，大只出细，中下来大遐，细来中遐，你袂使出猪的时阵，规拢塌车，猪仔拢北吼，拢拐无路吼，迄饲猪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对，所以饲猪吼，我拢无人敢吼，敢揽这袂使来代志，我拢足自律的。吼啊，咱政府嘛有发布啊，讲已经10档内拢无验着讲饲猪有迄个揽所见这记录。啊，所以阮对阮饲猪吼，我感觉台糖伊是无可能去揽这。阮对阮饲猪我是真有信心，啊，咱消费者嘛会当放心吼啊来用阮的台湾的这猪肉安尼。周小姐，你用猪的这个经验来讲吼，那过去吼真早以前，啊，佫有人咧使用这个3肉精的时阵，伊通常这个流程，这个入加入去，拢是用加入去的。饲料添加啦，饲料添加啦，因为迄素精吼，咱像听讲几个10项，吼啊饲猪较早。迄阵啊无禁止的时候，咱们莱克多巴胺爱是较毒性较低的，吼啊因为像饲猪阵想讲啊，拢饲料，拢讲饲料落去，像啊南迄都换包。啊有注射的无？无，没有。啊食水的？食水嘛无。啊那屠宰场呢？屠宰场敢有通污染着这种物件？这个你若比如讲若迄猪仔吼。有这歹心形的，甲这西布特罗破伫屠宰场安尼，无可能啦，因为这就无可能啦。我就想无啊，无可能。伊嘛买无迄个物件，伊买对。啊，遮贵的物件啊破去，我不如摕来我该换黄金。对啊。哦，林老师，无可能啦。我是感觉讲，随上会当先检讨看，在验的过程当中都会较有问题啦。另外一点就是讲，因为吼，伊。抽三样品嘛，吼，啊，落甲煮22遍嘛，拢总加下22遍嘛。啊，其实伫即个过程当中，你谁人会经出迄6遍？你的科学根据伫对，我们都要说 based on science 嘛，以科学为准嘛。哦，你谁人来选迄6遍？啊，另外迄16遍表示讲拢有问题，袂当选。啊好，你煮遐济遍，吼，伊讲有啊，拢有数据。啊，即个数据我嘛是感觉足想要看卖。你迄个数据，伊的平均值是偌济？按你讲来讲，伊的平均偌济？啊，后壁正负 minus plus 啊，迄个敢若做民意调查标准的偏差，对，民意调查。啊，我袂当讲这10几分，啊，我甲减3分，我要爱，啊，老话。咱你怀疑讲16分减起来无来10分，来然后所以你咧讲这个问题爱看，啊，当然伊有讲啦，讲啊，都安尼参差啦吼。但是安尼参差，我第一点来想讲，你一台机械你甲煮10遍，
注意的。理论上来讲，你这个样品拢有甲均值啊，吼，用啊做边境啊，理论上出来精差唔正密。应该是安尼吧？你若看下，就头拄按迄个罗教授讲的，讲伊有加迄个18 ppb 的，吼，就是讲0.018 ppm， 哦，啊，另外一个是0.001，吼，差18倍。你这个差18倍来讲，我有哪些想法就是讲，啊，迄台机械是毋是有出问题啊？哦，无你共款我共款这个拍入去了拍10遍，结果伊的范围的差距，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三百钟吼，有可能咱食饲了，伊敢若要创伊肝，无创伫药剂，啊要创伫这个五花肉内面的肥肉，无创伫三肉。无，迄是另外一回事。我这样讲就讲。啊，若咧看吼，以科学来看，安尼去想着讲一点，就是讲我咧处理即个样品的过程是安怎？对，另外一点我，即台机械有稳定无？即台仪器啦，迄一台拢几千万的嘛，贵松松嘛，啊，做敏感的无毋对，哦，啊，但是是安怎拍入去的物件，若讲会差甲安尼几十倍吼，就十几倍，啊，甲安尼。这表示讲，这台机器，我感觉我会感觉怪怪，所以我第一点我会想讲，我重新要再来找个标准样，吼，标准用，再来看这台机器会当信任嘛袂？无这机器已经出问题啊嘛，你出问题，你后壁要做一堆出来的数据，迄是无意义的啦，吼，所以这爱讲，啊，再另外一点就是讲，头前这个过程，在迄个。做的时阵，吼，要甲这个样品纯化的时阵，是毋是有迄个污染着？所以这两个嘛，所以这两个来讲，就是拢安尼考虑的。啊，因为讲现场有去采啊，这真好，绝对爱去大堂现场采，还是去信公去采，因为安尼找问题嘛，吼，啊无讲啊先入为主讲啊，这是安怎，这是安怎。你就一定唔对。我就是爱甲问题找出来。其实这件代志来讲，嘛有伊好的一方面啦，就是按反去发现问题。想啦，无应该发生的代志，安那会今日会发生？我感觉这来讲是较有意义的啦。是。啊，伫做科学来讲，按就是拢咧找问题、解决问题嘛。我就讲看到底问题，啊，若讲你头前饲的迄部分都拢无问题啊。你尤其是讲，即摆来讲就是讲早期是抽血的，你讲像来个多巴胺，伊代谢足紧的，伊无停尿期。哦，所以伊迄差24点钟，规个都拢排出去啊。所以迄阵有诶咧抽袂着啊。哦，我互你掠袂着，到尾啊就是像咧掠毒诶共款。掠毒啊。凡走过必留痕迹，底毛甲抠落来就知啊。吼，所以表示讲，这10几档以来，按已经非常这方面来讲，真注重啊。注重啊，为着要人民的健康来讲，哦，政府也开足侪钱来做这件代志。所以今日都会发生这个代志。按来往好的方面来看是不要紧吼，莫讲中央啦、地方的责任啦，先来讲到底真相在哪里？对啊，我嘛真好。你绝对爱找到迄个问题伫对，按照有法度解决问题。按若拢无希望讲啊，呼呼的就算了，迄唔好，安尼对安市底人无公平嘛。这年做歹过呢。对无？伊个吼，所以安尼希望讲对消费者也好，对伊就好。到底问题出伫对，安尼甲找出来。周小姐，这大堂的这个因饲猪的所在，应该不止伫台中吧？哦，真侪位嘉义嘛有啊，屏东、台南拢有，五来县市拢有。五来县市拢有嘛，吼。对。所以咱出猪的时阵，因大家就感觉讲，哇，这个全台湾的猪肉可能危难，唔敢来买来食。无唔对，会恐慌。消费者第一个迄个会安尼做。无唔对。这嘛真麻烦的，影响足大。咱头看这流程吼，第一先切的，摕切这个筋搭啦吼，均值啦吼，正确来取2克，而且加入这个要来萃取吼，这个溶剂，迄溶剂来摇落去，才有通抽出来嘛吼。第三就是搁震动，吼。但是我要问的是罗教授吼。我比一个例吼，唔知这个例对啊唔对，你听看卖吼。咱咧做这个民意调查的时阵吼，那咧做全台湾的建本吼，爱1049啦。1000答你的电话接到，回答你的人爱1049。但是有当时吼，通常啦，即摆人拢接到电话拢惊你诈骗。
所以听到哭落去，无就听你讲你好，我是猫咪，我要做便条仔哭落去，定定这个电话无通，吼卡无通的，差不多吼卡无通，加上拒绝的，差不多爱到2万通，才有通啊做到1049分，叫做有效用本啦。但是落来内面所处的样，内面还佫有年会，还佫有即个地区啥的吼，无符合台湾的人口的结构，佫爱落去吼，佫去修正，佫去咧回归校正，佫去加参数。这吼民意调查是安尼，咱科学的调查敢无安尼？我想即摆这个代志，拄仔你咧讲到这处理安怎一步一步来啦吼。事实上是像这一步一步来，袂输咧。阮拢咧做这个叫做核酸的迄个检验嘛。你核酸的检验，你要萃取这个核酸和 DNA 吼RNA 哦，这一步一步拢爱足重要的吼。甲最后的迄步，有当时中间就无去啊，就污染去啊。就歹去啊！污染你通常你甲咱有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污染？实验室的污染是真平常的代志。哦，这真平常代志。但是今仔譬如讲，什么叫做污染？污染就是讲，若讲你咧培养一个迄个细菌，吼。我这培养了，我要爱细菌无出来，所以走了一大堆的迄个杂菌落来，这就做污染。哦。我咧培养一种细胞，我要甲饲细胞。要甲饲哦，迄袂使有杂菌落去。我咧操作的时阵，一寡细菌走咧，这细胞拢死去啊！这就做污染吼。所以即摆这个台中的安尼咧做吼，咱实在讲吼，伊无啥物应该爱搁较慎重，就是讲无伊就搁去采别地迄个肉，搁来检查看卖啊。无伊采来有真济。迄落嘛，来源嘛，伊来源嘛，伊有几啊包嘛。听伊讲，还佫剩，若讲最后迄个卫福部去采样的时，还佫有300几包啊，200同类的迄个同批的迄落啦吼。所以我是认为即摆的迄个问题吼，咱佫1、2天就会知影啦吼。应该讲台中即个实验室吼，发布是有较谨慎啦，较想要抢功的，你知道？我今仔日就大条啊，吼，安尼代志。拄啊主持人在讲吼，这个手肉精吼，若叫猪仔食落吼，拢是对残留上济就是油脂。对嘛，油脂上济嘛。所以咱台湾人会食油脂嘛。第2就是肝，第3才是这肉是上少的。所以咱在检验的时候，肉的迄个检验的迄个数字哦，是10的迄个微克，肝就爱甲50去，那油脂吼，肝甲90，油脂50，所以伊的迄个检出来证吼，无但吼迄个数据吼无共吼，伊检查肉是足严格的吼，因为伊的残留较少，吼，你若要检查。油脂是伊都爱。老师，你敢有赞成？我规气你过来台糖，来伊饲猪的所在，抬一只水油脂甲肝摕出来拉看卖。迄检无啦，迄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今仔日讲起来吼，咱这林教授拄仔咧讲吼，这个检查方面吼，小可有有一寡疑问啦。你遐紧，你讲我600检出来拢共款，我就要甲发表。但是我感觉奇怪，老师你讲1月中1月15。1月15就开始啊啦。对，是安怎？卫福部无迄阵是当机立断讲，来，这猪砍来，肝啊、油脂啦，啥拢来。是讲这猪砍来，你迄阵就我是有，当然卫福部有去关心啦，毋是无啦，伊一定有报卫福部了才发布嘛，对无？1月15你采样了，伊检出来了后，这中间我认定讲卫福部处理有较慢啦。你若较紧的吼，随着命令讲啊，无。我大家拢食落去食10几工。无啦，我随命令就讲，我来你的签证来去看你安怎做吼，你搁甲共批的迄落搁摕来检，送去互别人检，互伊搁检，那安尼落就真清楚啊嘛吼，你就甲
台中这个宣布讲，你安尼你袂使发表，咱过来做这个工课。那安尼做出来就今仔无这个问题嘛，你袂引起这社会这个安尼大家惊慌嘛，恐慌哈。啊，其实这手肉三肉精哦，大家唔免遐惊啦。其实三肉精这个代志哦，用伫咱人类的迄个药啊吼，用已经40几年啦。伊最主要咧创啥呢？伫三肉精内底用的咱的气喘，黑菇啦，黑菇你就爱用三肉精。好，啊！你咱的迄个查某人有囡仔，吼，爱讲要老体，伊若用加安胎的，哦，所以三肉精会用。上重要，三肉精咱逐日也伫食，有当时咱感冒着，我啉迄落咳嗽糖浆，迄内底若是有三肉精。哦，说讲，爱无共款的三肉精类，所以讲吼，这三肉精毋是遐可怕啦，吼，毋是讲我讲着三肉精，咱敢若妖魔咧鬼怪咧，咱迄个做健身的迄个人吼，迄个用三肉精的哪一种诶？无伊要锻炼也这肌肉拢会做出来。迄款的若用甲上毒的是克伦特罗哦，克伦特罗迄比这个叫做莱克多巴胺迄毒迄个毒力吼，人体食落安2000倍的呢。所以这个西布特罗是真接近这个克伦特罗哦，所以伊的毒性呢是已经悬的啦吼。所以你。这健美先生若是咧用这克伦特，但是伊的用量是足少的啦，所以伊的三肉才会坐起来嘛。所以我认为讲吼，咱若听到三肉精吼，唔免惊去啦。咱外国无人伫惊讲伫担这个三肉精啊，也是这受体素嘛。啊是咱台湾因为咱的媒体安尼对这咱的迄个食品的关心吼，啊那有出来问题啊，都安尼。一个报道安尼啦，是林老师啊，当然，这方面来讲，我的想法是讲，安尼是安来讲，就讲无应该伫内底出现的物件，就卖坑嘛，对卖。既然大家有共识，就卖坑。大家拢照步来啦，吼。啊，当然，这检验吼嘛无希望讲去打击到讲第一线的这检验人员的士气啦。啊，当然。按这件代志，看会当学到这个教训无啦，就是讲以后有寡物件爱较谨慎一下吼。啊，而且这边来讲就是讲，伊采迄包吼，我看是看新闻的啦。伊讲伊采迄包内底，按内底落抽3块肉，是安怎落做3遍的试验？这是感觉有哪较奇怪？因为你这边客转来，你讲正月15，你阵你客转来时阵，应该是几啊包肉嘛？啊，是安怎看起来那像拢甲共迄包？你其他白包你敢无做试验？无叮当，理论上来讲，照你讲应该是爱边境采用嘛，边境采用嘛。啊，所以这来讲嘛是会感觉较奇怪啦。所以我会感觉讲，希望讲伫未来这几天会当紧互这件代志吼，较处理好圆满。无贵子啊，因为歹歹过年呢。对，啊无大家都安尼哄到大家拢会惊吓嘛。吼，尤其是即马变做讲，若要食迄个过年要食年夜饭啊煞。猪肉唔敢出，吼，啊，这就惨嘛，哦，这影响就足大嘛。我希望讲这个赶紧水落石出来，水落就出。这个对阮市场上还是上介大，我怀疑讲迄那像林北好有鸡蛋的风波，这款操作所会翻版，吼。啊，我希望吼，我看希望迄款若做吼，如果咱即摆明仔载有到结果啊吼，如果若是真正台中市吼卫生局因排污了的话吼，就吼，我甲讲吼，迄台糖吼爱甲伊提高。啊，而且吼，阮市底的损失，我嘛要甲伊求偿，安尼吼，才会以孝敬效尤。啊，该吼，甲袂安尼，较目着吼，咱做这迄吼草率来公布这引起这社会的动荡安尼。吼，咱即马目前除了你所在你的养殖户，比如讲咱伫家己咧饲，家己出地受影响，全台湾出地拢受到影响啊吗？这种甲我讲的是，因吼去处理了做新北市吼啊，上礼拜6的低价吼，95还是正常爱90外，剩70几块吼，算咱都爱有数，有迄证据咱才通讲吼，它本身就花呢，吼啊，所以我都已经受影响啊。今天我要来的时吼，我看我传真机传来，化家己的白价吼，迄市底迄个伊底下真水嘛，我看伊平均价嘛剩84块尔，明显就拢已经拢落落来啊，系啊。就去这问你一个问题吼。有食过三肉精的，甲无食过三肉精的，是会低吼，
是一只生做敢若健美先生，啊一只敢若肥子是安尼吗？我是毋捌淋过啦，我家己着我毋捌淋过。啊吼，迄款啊，阮过去阮安尼观察吼，若有伫淋三马精的去市场咧卖介绍拢较好。 卖得比较好，嘿，一旦卖较好的介绍，是看迄卖相较好，三百较好，啊三百较济，啊肥肉较少，啊去迄人迄点仔底较爱掠，其当迄卖较好，迄点仔底会当卖较好的介绍，嘿，哦，是伊这要出地进前1个月啦，吼，伊就伫饲料内底每公斤加要差不多20个迄个毫克嘛，吼，就食甲因若是这讲是。 这是讲迄个做莱克多巴胺哦，唔是讲迄个其他迄个挥发的迄个三八精哦，落去食，伊的吼食甲出滴，伊拢唔免去禁止啦吼，伊的省饲料的钱会省差不多15%啦，10几%哦，吼，伊的迄个脂肪吼会减6%啦，所以三八伊会加出足多的啦，所以一只猪去要拍卖时，伊体型会较好啊。 所以咱台湾是用拍卖的嘛，所以你只猪呢，你若食三百斤出去吼，伊体型会较好啦吼。啊，所以过去真侪人都用非法的安尼为犯规，伊也敢，迄稍微20年前啦，哦，即嘛唔敢。其实咱讲到三百斤，迄欧洲也共款啦，美国上界严重就是咱亚洲啦，中国、越南啦、泰国这啦，差不多伫1990年迄阵吼，拢用迄个克伦特罗，迄足毒的迄个落去饲猪哦，饲牛哦，吼，当迄猪啊吼，迄拢三百拢真好，但是迄食着人吼，因为伊迄含有了，哦，拢中毒啊，像中国伫迄1991啊92年有。 用迄个克伦特罗去饲猪的时，伫咱这福建广东遮吼，有1700外人就迄个中毒呢，有4个人死亡呢。迄是真正可怕的一个叫做事件呢。所以甲以后来就即款的都大家知影，就唔敢搁参啊啦。是。饲猪为着讲吼，阮饲猪为着要甲迄美国肉进口肉有区隔嘿，所以我拢无爱用所有精，我甲要求政府讲把按列为禁药，所以我甲要求迄也做政府安尼做。我感觉我是呼吁讲咱相关单位处理农业的代志吼，爱较谨慎些。农业是很脆弱的，吼，你啊卡目睭啊，对这农业是伤害足大的，吼咱大家较对这较重视这处理这代志较谨慎，共同来维护这农业这生存。老师上尾吼，你甲咱讲吼，即马咱不管是西布特罗还是莱克多巴胺，是咱台湾养猪的这个养猪界，还是政府已经来命令讲拢袂使掺，这是第一嘛吼。第二还有其他的物件会使掺的无？会使掺的，那受体素来讲是拢袂当掺啦。所有拢袂使，拢袂使啦。你讲头仔你讲是拢讲迄个历史啦，你讲20外当前啊，安怎？我捌问过迄个在地的啦。就甲讲老师看就知影啦。我你想你来看知，因为看体型较缩减啦。但是迄有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伫热人，迄猪仔有哪甲干的，变过啊，拍落啊，晓伊啊，哦。所以，迄种人来讲，无适合咱台湾。因为都有一点就是讲，俺希望俺的迄个五花肉水嘛。你迄个用落了，迄3站都无去，迄个无啥优惠的，你迄个会受到影响啦。吼，所以这个消费的习惯拢无共款。当然，也是迄个主张啦。因为我本身我嘛是消费者，我希望我食到的物件就是无应该남的迄个，你就唔通甲用落。吼，这是一个食咱的问题嘛。因为俺厝里嘛有囝儿是说。嘛希望讲会当互伊食上好诶，所以目前来讲，伫这10-20年来，政府非常的努力咧饲猪吼，因也拢有这种观念所以目前来讲，咱台湾已经是无这个问题啦所以我会感觉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个信心，唔通讲因为寡迄个代志可能迄个顶打去。了去影响到规啊，这个产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消费者。都变得无信心，安尼本来咱台湾的猪肉来讲是算真好的，因为饲猪的人做认真嘛，
药证以来，啊，甲包括饲养，包括迄个来加工这方面来讲，拢足认真的嘛。安尼猪肉伫未来嘛是要外销嘛，吼，啊嘛希望讲会当销去菲律宾、销去新加坡这吼。所以发生这个代志，对咱来讲，我感觉是一种的打击啦。吼，所以俺希望讲，紧甲这件代志会当甲处理好，吼，圆满看到底问题，一个结果出来，看该安怎来减价的迄个伤害啦。吼，因为俺即个迄个以后，俺是要拍国际市场的，吼，不管是肉品啊，是迄个青肉啊，拢是安尼嘛。是，除非是要过年吼，上好要互你讲者。小姐有当一个唔知影讲吼，迄猪肉是足好的物件，是卫生安全是安尼，唔敢讲所有种袂使淋呢。迄60公斤以上，我就拢讲算吼，会程度都袂使饲啊来。完全什么物件都袂使。